上新上 hit 的歌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。大礼拜拜五呢，大咱见拜到这个时阵，就感觉家己拢有神圣的使命。阿英的你好，大咱的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报道新歌发烧榜伫咧遮，为咱全台湾所有爱听台语歌的朋友呢，提供一个10分完整、10分详细的平台，是会当互大家伫咧这个空间当中呢，去享受到咱台湾文化上水的声音。大咱呢是时间有限，你要爆榜无？当然嘛爱。但是一开始我那嘛是爱前言啦，你看书头前2页不是都是前言吗？一般我咧看书拢看重点。你敢有咧看书？尤其迄款有图的迄款，我拢嘛看重点。我看你敬拜收集的拢嘛是写真集礼仪，所以敢若看重点。喂，好啦，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呢，今晚要来听重点，是就是咱报道联播榜的报道新歌发烧榜。我那是赶快，下礼拜呢，咱拢经过票选有这个点播率呢，我们做一个非常精准的计算之后呢，得到的结论，来对第5名开始听起，这礼拜第5名什么人？第5名是台中情人沙有你，只爱真情无爱情。OK， 这礼拜第5名纯情的沙有你，这是梁毅的歌声。是。那讲到这个沙有你是什么意思呢？请咱的日文专家阿英啊，向大家来说分明，叫做小百合。哦，你为什么会知影讲这个沙有你是小百合呢？因为你顶礼拜捌过讲过。喂，你安尼就无诚意的咧，你嘛小讲一个对不？讲一个讲因为我有听吉永小百合，应该天后。有法度讲只用小百合，你这个人有会啊？喂，我还有吃过生用牛奶糖，我嘛是有会。好啦，这礼拜第5名这个梁毅呢，自这个去年迄个一夜情的专辑是一夜情，受到大家欢迎呢，再度推出这个纯情的沙有你。我那是同款哦，这种真应该的这个气味哦，多咧听这个梁毅唱歌哦，就这种哇9万18万哦。对，其实演歌吼非常属技巧，无唔对，而且吼，这个当年每一个爱去游路的所在，拢爱真开时间去练，对，练家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真用心的落好这个去伴吼，纯情的沙有你，梁毅要推荐给咱所有朋友，是，嘛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这是这礼拜咱的第5名，梁毅所演唱的歌声，纯情的沙有你，那位沙有你。第4名，珍惜咱的缘，守护咱的爱，秋风萧萧，等待着春光。珍惜咱的缘，守护咱。这礼拜第4名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哦。这是咱波多连播网歌庆训练班的指导老师陈庆仁老师呢，已经嘛教出一个学生的出唱片哦。他叫做林慧省，是今年这个推出个人头一张的专辑叫做《珍惜》，珍惜这个手打就是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，也是陈庆仁老师呢特别为了学生来跨刀来盖合唱，无简单哦。这首歌就叫做《珍惜》。那讲这个林慧省咧讲，甲因翁结婚到现在超过17年，2个人呢是这个风雨无阻，相知相惜。那林慧省伊嘛希望讲，会当就这首歌曲送给伊相爱这个安娜达，包括讲所有相爱人珍惜，我们就拢爱珍惜啦而且这张专辑呢，都请到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跨刀所以无论讲是编曲啦、作词、作曲啦，拢是相当的精彩。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新人多多机会，多多捧场，多多支持。你即马这个时阵你听我朋友你即马来随来报道联播吧，就伫个楼骹陈庆仁老师即马等咧教课，9点这时阵要下课，专辑爱先买哦，对哦，不会不准你来哦，你即马慢慢来，因为你即马来伊多好要离开，可能你嘛等袂到伊啊，对不？然后呢，我说这个陈庆仁老师在教唱歌真的是一绝，厉害，最认真的呢。而且还有这个方式，还有真侪这个台语的家字这拢是真重要的。
迄拢美感。嘿，老师教你讲八音诶。哦，来，我问你，台语有多八音？八音哦，有八种动物会当来代表。来，讲看卖啊。西虎八臂，高高唱落。西，下面白狮子，狮子，你妈妈，你跟狮子妈妈问好吗？叫因为高我工资。虎，老虎，大，豹，比，鳖，哦，甲鱼，狗，猴子，这样呢，狗，狗，象，大象，鹿，就是这八音。所以啊，那是变做是滚，嘛是八音啊。那是八音学了好，这个其他的音拢袂走音。你即马是咧教台语，还是咧介绍人？无啦，只是讲陈庆仁老师真的很会教，他会把你的台语呢都调到最好。伊讲你若台语讲了好，你唱才好嘛。家己爱唱。对，所以那是有兴趣的，随时咧锁定咱波多连播吧有这个招生资讯，我们随时都会有 update 有更新啦。没错。来，这礼拜第4名是陈庆仁甲林慧珍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珍惜》嘛，希望大家甲因多多鼓励啦第3名。这礼拜第3名是戴美君收录在《女神降临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看家》。为什么呢要唱《妹妹背着洋娃娃》呢？为什么呢？真简单，因为呢，这个是咧描写迄个单亲家庭。无简单嘞，这歌词真正反映着讲现代社会一寡状况，无唔对。而且呢，这大家婚姻啊，人哋讲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啊。你讲出来对。但是那真正要好好甲一个家庭甲它维系是真正用心，有当阵就爱吞忍啦，爱忍耐，着忍耐，有无这个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你这个大声销量啦，最要家庭破碎了后咧，受害的不是只有大人而已。那是讲无囡仔，那就算了。若是囡仔我跟你讲，这囡仔就可怜。再多想一点。是。当然啦，最好是唔通起卡动手，这种的是上界危险。好啦，希望讲大家家好万事兴，家不好万事兴。好好为着咱第2代来设想就爱这里留下来看家咱的囡仔，对不？唔通离家出走就一去不复返啊呢。嘛是爱讲支持。专辑这里戴美君这张专辑又有更新更不同的表现，对不对？而且每一年都可以感觉到她的进步，这个一直在成长，越来越有这个女神之姿了第2名。站在舞台上，相信这礼拜第2名是收录在王建杰《气动会》专辑当中的第2波主打歌，叫做《拿宝石》。拿宝石伫咧倒位？北高雄。对，迄当阵伫咧80年代，所有北部中部南部拢有歌听的存在。伫咧台北常讲到迄个太阳城夜总会，中部好多连面餐厅，那讲到伫咧高雄迄阵是这个。拿波秀是秀场的文化培育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手，今嘛拢天王天后啊，是啊，有经过迄个年代，今嘛无一个讲无成功呢。你比如讲江辉，他干嘛咧秀场？费玉清嘛咧秀场，还有最近出片的黄以玲姐，她也是在蓝宝石唱的王建杰老师讲呢，连民国71年就开始咧蓝宝石咧驻唱，那个时候呢，会当算讲是非常的快乐，会当去学习到真侪物件，对也奠定了他后来唱歌的基础。我都徛在舞台上，因拢练家子呢。民国71年出道，到真正王建杰咧红的时阵，迄已经是差民国80年左右咯。可能我跟你讲，所以讲较早的咱这较资深的这歌手唱歌，你看有啥物物件落去修音无？什么有加起来？没实力就是跳画卡。对，无常讲即马电脑搁能帮你修整啊呢，对无？咱唱现场的，搁无，唔是讲每一个人唱会起的呢。好啦，这个王建杰老师的这个上新的专辑，大家多多支持拿宝石第1名。
用的，等真久吼，等真久。哎，这首歌曲咧是大家等5年的声音，你知影是什么人无？黄以玲，哎呦，依玲姐出片了，点点，嘿，你那叫我点点，这首歌叫做点点。安尼咱就嘛点点来听。朋友拢嫌我太无坚持，不知影阮其实嘛有个性。若是花心地，就会当万事如意。这个世间哪会搁有伤心？也无听惜我苦毒家己。不愿别人操烦阮的代志，若是花艰苦，就会当目屎面滴，幸福快乐哪会这呢宝贵？有一天你会知影感情哪有情义，草厝嘛有滋味，爱到固执，啥物拢担会起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勇气。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，解释嘛无意义。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责备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注定。这礼拜第1名就是黄以玲，这个上新的专辑叫做《踮在你身边》当中的这首歌叫做《点点有点会等5年咧。而且吼，这届专辑是里程碑哦，是黄以玲呢出道到今仔日的发行的第50张专辑。50张了。哎呀，你想看卖？一底去盘当中差几条歌？10条，对，你50张，差不多已经贡献几条了，500条。不厉害不吼？而且哦，这个以玲姐呢，她这一次在出片哦是有特别的这个想法哦，她希望能够带给听众朋友呢一种新的就是正面的力量，有爱有温暖的感觉。所以讲，咱的节目应该爱多多奉上以玲姐歌。对啊，这都真心的。对啊，我定咧讲一寡负面的物件袂用的。无啊，我的节目唔捌。哦，你的节目就正面嘛？拢就正面啊！你若无来，迄一集拢就正面。好啦，那唔通昙花触边哦。这一次呢，以玲姐的这张专辑有备而来，大家也都呢等很久，很多歌迷朋友也是有备而来哦。来，大胆我跟你讲哦，在咱报道新鲜啊内底吼，报道联播网内底，点歌率哦，以玲姐的歌都是受上关的了，都是受人心的哦。不过以玲姐吼，这届呢是想要用较正面、充满了温暖的感受，和大家吼会当有一个全新的感受。这也是音乐呢最能够影响人的力量，疗愈，无唔对哦。所以呢，希望讲以玲姐这张专辑能够大卖特卖。其实今嘛呢，你去看那个排行榜，首周进榜都惊死了，都已经冲到前面去了。KTV 点播率一定在第1名。对，好，这个百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1名就是黄以玲，点点。下礼拜同这个时间，咱再相会。我是大练的，我是阿英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就离开嘛